長者抗拒被沖涼，可能係因為以下4點。首先，可能係因為羞恥或者對陌生人嘅警覺，亦都可能因為曾經跌倒受驚或者患有認知障礙而感到混亂。尤其係面對非家人嘅外傭，長者可能會覺得尷尬、缺乏安全感，或者擔心自己無法掌控情況，產生被操控嘅感覺。建立信任係照顧長者嘅關鍵。長者照顧工作應該由固定嘅人員負責，避免經常更換，俾長者喺熟悉嘅陪伴中建立安全感與信任。外傭應該從日常嘅陪伴做起，如通過遊戲等日常生活嘅分享嚟到增加大家嘅互信度，輕鬆互動，拉近關係，避免一開始處理如沖涼等嘅敏感事宜。若果有熟悉屋企人陪同，可以減低長者緊張感。即使係協助沖涼嘅時候，亦需要尊重私隱，妥善遮蓋敏感部位，保障長者尊嚴。面對長者抗拒嘅時候，應該耐心應對，可以改用刷新嘅方式，循序漸進建立安全感同信任。面對照顧難題 ，Care Club 上門護理能為長者家庭制定照顧計劃，俾外傭能夠更快同長者建立互信關係，按部就班，助家庭安心應對挑戰。